當周深這個名字與 IFPI 全球專輯實銷年榜第11位的排名緊密相連時，無數人愕然、好奇，繼而是深深的不解。在長期由歐美流行音樂審美主導的全球唱片市場裡，一位以細膩嗓音和抒情風格著稱的中國歌手，憑這一張充滿東方美學意蘊的中文專輯《反心代詞》，在實體唱片日漸式微的數字時代，硬生生撕開了一道口子，其銷量力壓一眾被奉為神話的歐美大家，躋身全球年度實銷榜前列，且是榜單中唯一的華語歌手。這個現象如同在波蘭北京的湖面投下了一顆深水炸彈，激起的漣漪迅速擴散至全球樂迷的討論版圖，讚美與質疑並存，驚嘆與審視交織，人們迫切地想要知道他憑什麼？答案或苦並非單一的天賦異稟或市場奇蹟，而是一股更為深沉、更為宏大的力量。那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通過其官方的價值認可與頂級的文化舞台，賦予其藝術家的堅實底氣。這份底氣並非簡單的榮譽疊加，而是一種文化賦能。它讓中國歌手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起點上，與全球頂尖力量進行同場競技，並最終贏得了市場的真金白銀。當我們試圖解碼周深在海外榜單上的這次驚豔亮相時，目光不能僅局限於流媒體播放量或專輯銷量的數字遊戲。儘管這些硬指標已經足夠令人震撼，專輯全球銷量突破150萬張，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額突破5800萬元人民幣，創下內地限購政策實施後的最高數字專輯銷售紀錄。這些數據本身就是市場投下的信任票。然而，真正讓這張成績單具備破圈意義的，是那來自國家層面的連續且高強度的認可與背書。這種認可並非空洞的頭銜，而是將藝術家的個人成就與國家文化戰略緊密相連的紐帶。在短短數年間，周深的名字與一系列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榮譽深度綁定，這絕非偶然的運氣，而是對其藝術價值和社區影響力的最高級別確認。從中國電影華表獎到中國電視金鷹獎，從中國電影金雞獎到大中電影百花獎，這些代表中國影視行業最高榮譽的頒獎典禮上，周深的身影頻繁出現。他不再僅僅是一個獻唱嘉賓，更是這些國家級文化盛事中不可或缺的聲音符號。更為重要的是，他4度捧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5個1工程獎。這個獎項作為國家級精神文明建設最高榮譽，其分量之重不言而喻。它意味着周深的音樂作品被納入了國家主流文化價值的敘事體系，他的歌聲被視為傳遞時代精神、弘揚正能量的重要載體。當最高人民檢察院這樣的國家司法機關都邀請他合作推出人民檢察概念曲《我的答案》，並最終斬獲5個1工程獎時，周深的藝術形象已然超越了純粹的娛樂範疇，升華為一種兼具藝術品質與社區責任感的公眾標識。這種來自國家機器的底氣賦能，在2024年達到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峰值。周深受邀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在聯合國中文日活動中演講並演唱交響詩《和平頌》。聯合國舞台作為全球最具權威性和象徵意義的國際政治文化講壇之一，其對表演者的遴選標準之嚴苛不言而喻。周深能夠站在這裏，用歌聲傳遞和平理念，講述中國故事，這本身就是一種茫然的宣告。他已被國家視為一項可以向世界展示的文化名片。這場演出的影響力是現象級的。相關信息在一周內在新浪微博上獲得了超過 1.8 億的閱讀量，超過172萬條討論貼文，其傳播廣度與話題熱度絲毫不亞於任何一位國際巨星的公關活動。緊隨其後，他的歌曲被納入9年義務教育教材，前後共有4首作品入選，讓他的旋律成為下一代中國孩子音樂啟蒙的一部分。這一舉措從文化傳承的根基上確立了周深音樂的教育價值和典範意義。可以說，在出征全球市場之前，周深在國內已經完成了從選秀歌手到青年歌唱家，從網絡工人到國家巨運的身份蛻變。這種身份的轉變，
賦予了他一種獨特的文化自信與藝術定力，讓他在面對國際市場時，不再揣摩迎合西方審美的通關密碼，而是可以篤定地展示華語流行音樂的本土魅力與深厚底蘊。於是，我們看到了《反心代詞》這張專輯在國際市場上的降翁打擊。它並非一張刻意迎合國際口味的世界音樂拼盤，而是一張根植於華語文化語境、充滿東方敘事美學的流行音樂作品。國際唱片協會的官方認證，打破了長久以來關於華語音樂走出去的種種迷思。曾幾何時，華語歌手在國際榜單上的成功，往往被簡單歸因於移民社群的支持或與西方製作人的合作。但周深的案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範式，一位立足於本土、深深扎根於國納文化土壤和官方主流價值體系中的藝術家，憑借其無可挑剔的聲樂技藝和飽含情感張力的演繹，同樣可以撬動全球市場。他的成功路徑與那些依靠資本運作或互聯網病毒式傳播而短暫走紅的案例截然不同。他的國際影響力首先建立在堅實的國內共識之上，這種共識包括大眾市場的熱愛、主流媒體的肯定，以及國家榮譽的加持。當他在海外巡迴演唱會上，門票在15分鐘納售罄，社交媒體上關於他世界巡演的話題標籤瀏覽量突破14.2億次，討論量達到3250萬條時，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明星的號召力，更是一種文化輸出模式的勝利。他用事實證明，全球音樂市場並非鐵板一塊的歐美審美霸權，在榜單的數字背後，渴望着多元文化與真摯情感共鳴的聽眾大有人在。周深的出現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他用9種語言演唱的能力，從民族到搖滾的跨界駕馭力，讓國際業界看到了中國音樂人前所未有的可塑性與包容性。然而，成就從來不是憑空而來。周深在全球榜單上的這一次突破，其背後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攀登之路。如果把時間就拉回到10年前的網絡直播間，彼時的周深船只是一個對着屏幕唱歌，偶爾佢因為音色特殊而並解和調侃的普通年輕人。那時的華語音樂市場流量邏輯尚未完全成型，主流審美對男歌手的定義仍然停留在滾厚、磁性的傳統框架內。周深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是對這一框架的挑戰。他的嗓音空靈、澄澈，帶着近似童聲的準政治感，同時又具備驚人的跨音勾能力，能夠在男聲與女聲、流行與美聲之間自由游走。這種特質在早期讓他遭受了不少非議，但也正是這種不可替代的獨特性，為他日後的騰飛埋下了伏筆。真正讓周深進入大眾視野的轉折點，是他在《中國好聲音》第3季舞台上的那首《歡顏》。雖然那一季他並未走到最後，但那首歌中展現出的聲音控制力與情感表達能力，已經讓不少業內人士為之側目。隨後的幾年，他經歷了漫長的沉澱期，為影視劇演唱大量 OST， 逐漸在行業內積累口碑。從大魚開始，他的名字開始與高品質、自粵係緊密掛鈎。這首歌不僅在國內各大音樂榜單上取得了優異成績，更在海外流媒體平台上獲得了驚人的播放量，為他在國際引眾中積累了一批忠實的基礎受眾。可以說，周深的海外成功絕非一夜爆紅的流量神話，而是基於長達10餘年技術打磨、風格探索和品牌積累的厚積薄發。他的每一次發聲都在逐步打破外界對華語男歌手的刻板印象，逐步建立起一個跨越性別、跨越年齡、跨越國界的審美共識。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周深的這次亮眼成績與國際唱片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密不可分。全球實體唱片銷量在過去10年間經歷了斷崖式下跌，但黑膠唱片和 CD 在特定消費群體中卻出現了令人意外的復甦趨勢。尤其在中國市場，隨着中產階級文化消費升級，實體專輯正在從單純的音樂載體轉變為具有收藏價值的文化藝術品。反心代詞在包裝設計上融入了大量中國古典元素，從書法字體到水墨意境，
從裝幀工藝到內頁策劃，每一個細節都精準擊中了當下年輕消費群體對於國潮美學的追捧心理。這使得專輯的購買行為本身超越了對音樂內容的消費，升華為一種文化身份的表達和審美品味的彰顯。當這些實體專輯通過跨境電商流向海外時，他們攜帶的不再只是旋律，更是一整套東方美學的視覺符號和文化敘事的想象空間。歐美樂迷購買這張專輯，或苦出於對獨特嗓音的好奇，或苦是受到封面設計的吸引，亦或是被社交媒體上關於中國神秘男星的討論所帶動。但無論動機如何，這一購買行為本身已經構成了文化傳播的一個微小卻堅實的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周深的榜單成績，與其說是一個音樂事件，不如說是一個文化事件。它標誌着中國當代流行文化產品在全球消費市場中的一次成功突圍。當然，面對周深在海外的這份亮眼成績單，網絡上的情緒是複雜的，有粉絲的自豪與狂歡，有路人的不解與觀望，也不乏尖刻的質疑聲，諸如榜單是否有水分，成績是否全靠國內粉絲擦亮等論調甚囂塵上。這些聲音的存在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他提醒我們需要用更為冷靜和理性的目光去審視這一文化現象。我們必須承認 ，AFPI 的榜單統計口徑有其特定規則，實體銷量與流媒體折算之間存在複雜的換算邏輯，不同國家和地歐的市場體量差異懸殊，簡單粗暴的排名比較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周深的成績固然值得驕傲，但將其解讀為碾壓歐美大家的敘事，未免過於輕率和片面。歐美主流歌手在全球市場的綜合影響力、流媒體數據覆及、電台播放量以及文化滲透深度，仍然是當前周深尚未完全企及的維度。他的成功更多是體現在實體專輯這一細分賽道上的精準突破，而非全方位的市場份額碾壓。我們既不必妄自菲薄，看到成績就下意識地懷疑其真實性，也不必妄自尊大，將一次榜單的亮眼表現拔高到華語音樂超越歐美的宏大敘事之中。理性看待，意味着既要看見成績背後的努力與價值，也要保持對差距的清醒認知。中國流行音樂走向世界的道路依然漫長，需要一代又一代音樂人持續耕耘，而非不期功於一役。更為值得深思的是，在這場關於周深憑什麼的爭論背後，折射出的實際上是當下中國社區文化心理的一種微妙轉型。長期處於文化輸入地位的中國受眾，對於本土文化產品獲得國際認可有着強烈的渴望。這種渴望在某種程度上催生了對國際榜單排名的過度關注和敏感解讀。每一次中國藝術家的海外突破，都具備賦予超越其本身的象徵意義，成為某種集體情緒的宣洩口。而周深恰好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成為了這種情緒的承載者。他的成功被許多人視為一種逆襲敘事的現實版本，一個曾被質疑的獨特嗓音，最終登上了世界舞台。這種故事本身就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和傳播力。但我們也要警惕，這種情緒性的追捧，如果走向極端，可能會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捧殺，將一位藝術家置於過高的神壇，以民族主義情緒裹挾其個人成就，既不公允，也不可持續。周深本人在這方面的態度無疑是清醒和謙遜的。他在多次採訪中強調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歌者，希望用歌聲傳遞美好，而非代表某種宏大敘事。這種低調務實的態度，恰恰是他能夠持續懷得不同圈層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作為聽眾和觀察者，我們或許可以從他的這份清醒中學到一些東西，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惡意貶損，而是以平和的心態欣賞音樂本身的美好，尊重每一位藝術家的獨特價值。放眼全球音樂產業的大格局，我們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時代。流媒體平台的普及，讓音樂的傳播邊界幾乎消失。來自哥倫比亞的雷鬼音樂，來自韓國的 K-pop， 來自非洲的 Afrobeats， 都曾在不同時期掀起全球性的浪潮。每一種音樂潮流的引起，
背後都是特定文化預警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表態。周深所代表的華語流行音樂，雖然在全球市場份額中仍然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但已經顯露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和獨特的審美價值。他的嗓音特質既有西方聽中人之中的天使之聲的準正感，又蘊含着東方美學所推崇的留白與意境。這種跨文化的審美融合，恰恰是他在海外市場能夠引發關注的內在邏輯。榜單上的數字只是這種文化吸引力的一個量化表徵，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那些購買了專輯的海外聽眾，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寫下的感受和評論，他們因為這張專輯而對中國文化產生的興趣和好奇。這些細微而真實的文化連接，才是周深此次突破最寶貴的遺產。他證明了優質的音樂內容可以跨越語言的藩籬，在異質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而這種跨文化的共鳴，反過嚟又倍滋養華語音樂自身的創作生態，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與循環。最後，讓我們回到最初那個引發爭議的問題：周深憑什麼？行文至此，答案已經逐漸清晰。他憑的是國家榮譽體系賦予的文化底氣，這種底氣讓他能夠以平等甚至自信的姿態站上國際舞台。他憑的是10餘年如一日對聲樂技術的刻字打磨，這種專業主義精神讓他擁有了無論放在哪個市場都經得起審視的硬實力。他憑的是對中華文化美學的深刻理解和當代表達，這種文化自覺讓他的作品具備了不可替代的辨識度。他憑的更是一個時代給予的機遇，一個開放自信的中國正在通過其文化產品向世界講述新的故事。但所有這些膨脹最終都會聚在一個最樸素的原點上，他是一位真正熱愛歌唱的人，他的歌聲裏有真誠，有溫度，有生命力。這份真誠不配因為榜單排名的升降而增減，也不配因為輿論風向的變化而轉移。在這個喧囂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聆聽一位歌者用心詮釋的旋律，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福氣。行文至此，作為這篇長文的中列性發言，我願以最平和與理性的姿態做出如下總列：周深在全球音樂榜單上的亮相，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恭賀的文化事件。它標誌着華語流行音樂在國際傳播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也為後來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參照。然而，我們應當將這一事件置於全球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中去理解，而非將其窄化為勝負對立的競技場。音樂的本質是連接而非割裂，是共鳴而非征服。歐美大家們依然擁有他們不可撼動的藝術成就與歷史地位。周深的崛起並非對前者的否定，而是對全球音樂版圖的一次有益補充。我們樂見更多的中國聲音走向世界，同樣也樂見世界各地的優秀音樂進入中國。這種雙向的流動，才能夠建起健康、多元、充滿活力的全球音樂生態。作為聽眾，我們應當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去欣賞每一種文化的獨特魅力，用理智代替情緒，用理解消解對立。在享受音樂帶來的感動時，讓我們放下爭論，回歸初心，把關注點放在那些真正觸動心靈的旋律之上。周深的歌聲是橋樑而非高牆，是禮物而非武器。願每一位熱愛音樂的人都能在這座橋樑上相遇，在音符的海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片寧靜與共鳴。